我想問咧，你會寧願坐5年監啊，定係分為10年咧？我寧願坐5年監。我可能會揀坐監5年咯。分為10年。分為10年。分為10年。坐5年，我要分為10年。點解你會選擇坐5年監嘅？因為坐5年監，其中你可以遇到好多新嘅人啦、新嘅市民啦，可以喺間房度做掌上壓啦，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嘅監飯咯。可能10年都做唔到，我覺得有啲嘥咗嗰10年時間啦。但係有啲人咧就會擔心，可能坐5年監嘅話會留有案底喎，所以選擇分為10年。咁你點睇佢哋嘅諗法咧？我覺得咧，依家成個社會咧，除咗你做嗰啲工之外，有啲咩麥當勞啊都啱你翻噶嘛。所以嗰5年時間，如果攞去增值自己啊，攞去點樣洗白咗之後咧，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。咁又唔會，因為而家好多工都係啲 slasher， 即係又未必一定我要翻到 regular 嘅工作，咁我可以慳翻5年嘅時間學啲唔同嘅技能，可能我可以用唔同嘅 technology 幫我賺到錢嘅，即係得可能我 AI 或者我用其他方法，可能網上炒股票等等，咁我都可以慳翻時間同賺翻錢啦，都得。出到嚟冇咁老。啱老。咁你哋點解會寧願分為咧？10年唔使做嘢，好開心。 10年唔使做嘢開心，你咧？而家太一事無成啦，希望10年後會好啲。我覺得坐監太悶，佢完全係控制住我喺一個位。咁但係你哋3位，你哋唔驚分為10年之後，你哋有一身嘅肌肉全部冇晒、萎縮晒，就好似個植物人咁樣攤喺度咧？你驚唔驚咧？而家講完有少少驚，坐監好似可以做 gym。可以做 gym，你咧？我都冇肌肉。咁因為10減5都5年啊嘛，咁我慳翻5年時間。咁我諗我分緊10年，我要重新學過晒好多唔同嘅嘢。我坐監5年都係要學過晒好多新嘅嘢，咁我都仲可以慳翻5年咯。